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0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996天，也是乌克兰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00天。双方在库尔斯克发生了这个非常激烈的残酷的这种斗和战斗。根据乌克兰媒体说法，俄罗斯人正在库尔斯克惨败，仅在过去的2天内就有约100辆汽车和1000名俄罗斯人被摧毁或消灭。在库尔斯克方向，88个俄军装甲单位在4天内被乌军摧毁。从11月10号开始俄军在库尔斯克方向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行动。乌克兰方面确信俄军的目标是要夺回整个库尔斯克。俄军的106空降师，特别是51和137团、83空降旅、155和810海步旅，在此次行动中担任主角。进攻主要集中在左翼奥布霍夫卡到新伊万诺夫卡一线、科列涅沃到新伊万诺夫卡一线和舍普图霍夫卡一线。在该地区左翼作战的乌军36海步旅士兵报告了共目视到88个装甲单位被摧毁，大约3个规模的俄军作战营摧毁。在库尔斯克俄军共部署14个旅，其中俄军有10个旅，朝鲜士兵4个旅，总兵力大概在5万人。而乌军整个部署了15个旅，它的总兵力大约3万人。这个乌军有很多部队它的编制并不是满员，而且它有的部队主力恐怕还在乌东前线。所以说俄乌双方在库尔斯克可以说是卯足了劲准备是决一死战。双方都要耗到1月20号特朗普上台，要看一看特朗普到底会出什么招。他要24小时之内停火目前看这个形势对俄军是非常不利。俄军在前线实际上早就失去了锐气5月份原计划是要拿下哈尔科夫，因为他是3月份发动的哈尔科夫战役2个月，结果打到现在哈尔科夫双方还在缠斗俄军在哈尔科夫方向损失了3万人。有很多人说这个俄军在8月份就能拿下红军村，但是说俄军距红军村只有4公里，结果在这个红军村方向俄军损失几万人，到现在为止红军村还没拿下。加图老师和加头粉认为这个进入库尔斯克的乌军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就是去做饺子馅的让人包饺子用的会全歼库尔斯克的乌军。结果你看到现在100天过去了，这乌军还在库尔斯克蹦跶，所以让这些俄军的这个支持者这些俄粉非常焦虑。他们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特朗普赶紧上台，然后给乌军断供，给乌军断粮，对吧？这个特朗普一上台特朗普刚选上总统，有很多俄粉就说这个泽连斯基就完蛋了泽连斯基哭了。我们也看到泽连斯基哭反而是乌军越打越强。咱们在以前节目就说了这个泽连斯基这个团队后面一定有高人指点，就是为了破特朗普这个24小时停火，对吧？他先拿一块库尔斯克，这样乌克兰可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掌握了主动权，对吧？特朗普强行要停火可以，那就停，那你怎么谈呢？乌军现在占着库尔斯克，俄罗斯虽然占了乌东4个州还有克里米亚，但是这个大家也知道战场停火、实控线停火完了之后这种谈判领土谈判，它不是说你还给我多少地我还给你多少地，对吧？你还给我1000平方公里我也还给你1000平方公里，或者我还给你2000平方公里，不是这么算，对吧？这个领土是不容别的国家去践踏，领土是不容分割的，对吧？就这一块就够这个地波老人喝一壶。特朗普他把美国当成一个砝码，这个砝码是加到俄罗斯这边还是加到乌克兰这边，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当然了，特朗普正规或者是预料之中的做法就是不给乌克兰援助，要么就给乌克兰武器解禁，更多的援助实际上他就是这2种做法，或者是给俄罗斯更大的制裁，或者是解除俄罗斯的制裁。你看也就是他不给乌克兰援助的同时，他还解除俄罗斯的制裁，要么就是加大的俄罗斯的制裁，然后呢给乌克兰加大援助，解除武器的限制等等。不管哪种做法乌克兰还是有选择的，因为乌克兰背后还有欧盟欧洲国家，而俄罗斯后面有谁支持他呢？所以说这个普京他也没什么选，但是普京他也不能认输。我们看看这个外交国际援助很明显的现在欧洲这些国家纷纷的已经下定决心至少思想上开始统一。首先你看波兰波兰总统杜达，这个杜达很有意思好像波兰的媒体报道杜达在周末不知道在家里干什么家务活，
手指头啊少了一节，这伤的还挺重，是不是修什么草机啊，或者修什么设备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指头给打掉一截啊？这是波兰的媒体报道的。杜达说啊，我无法想象特朗普放弃乌克兰，当选总统特朗普不会允许俄罗斯摧毁乌克兰，因为特朗普不想失败，而且美国已经投入了太多资源，不能让他们白白浪费。针对援助乌克兰战斗机的事情啊，这个波兰说啊，因为波兰的天空啊也需要保护，所以波兰现在手上还有20多架米格29，他不打算现在送给乌克兰。但是在什么条件下的话，他会送给乌克兰呢？两种，一个是欧洲其他的国家呀，把他们米格29送到波兰，然后波兰把自己的米格29送给乌克兰。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杜达的意思就是有很多欧洲国家害怕俄罗斯，不敢得罪俄罗斯，所以他们不敢把自己手中的米格29战斗机啊直接给乌克兰，怕得罪俄罗斯。杜达的意思是得罪人的事我来做，你把飞机给我，我把我的飞机给乌克兰，因为波兰它的领空也需要战斗机啊，它已经没有多余的战斗机给乌克兰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美国把 F-35啊送到波兰，到货了，他才把他的米格29啊送到乌克兰。你看这是波兰的态度啊，你看这个英国的态度啊，说英国前外交大臣黑格认为，如果美国离开乌克兰，对美国来说啊将是比离开阿富汗更大的耻辱。他警告未来的特朗普政府不要希望迅速解决战争，或以对俄罗斯有利的条件解决。这位外交官确信冻结接触现任的战争意味着新的战争奠定基础。这个捷克共和国总统帕维尔他说啊，特朗普将试图与普京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这不符合乌克兰和欧洲的利益。你看看这个捷克总统帕维尔对吧，直接说了这不符合欧洲利益啊，土地换和平那更不行。这个捷克已经成为乌克兰这么炮弹联盟头啊，盟主，负责在全世界收购这个155毫米的炮弹和其他的迫击炮炮弹援助给乌克兰。这个乌克兰的外交部的前部长他说啊，宁愿与火星人达成协议，也不愿与俄罗斯人达成协议。我与俄罗斯人进行了多次谈判，他们不想达成协议，他们像煎锅似的蛇一样旋转，他们撒谎，只做出承诺，但绝不兑现，这就是他们的传统。对俄罗斯人来说啊，协议那是用来撕毁的。这个新闻周刊报道啊，他说如果基辅、莫斯科之间达成和平协议或停战，俄罗斯联邦军队可能会在未来10到15年内再次攻击乌克兰。所以说啊，大家都认识到这个绥靖啊可能会带来的后果。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6架升级配备斯卡普空射巡航导弹的幻影2000-F， 其作为近期交付的第一批战斗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啊，很快啊，这个幻影2000-5F 就要到乌克兰。关键是它配备了斯卡普巡航导弹，然后法国将为这些战斗机提供维护和其他后勤支持。你看这个跟 F-16不一样啊，这个后勤维护是由法国来解决。所以咱们一直说啊，这个法国人呢，他援助力度不是很大，但是他动作啊超前，有一定的标志性。在援助乌克兰这块啊，法国是敢为天下先呢。还有一个英国敢于打破这个条条框框，敢于突破这个僵局，对吧？虽然说法国援助的这个绝对的数量恐怕不算多的，对吧？但是他当这个大头大哥啊，那还是可以的，不怕得罪俄罗斯啊。乌克兰驻以色列大使馆发表声明说啊，以色列预警系统在乌克兰的部署已进入最后阶段，以色列已经向乌克兰移交了实施预警系统所需的一切必要物资。这个以色列帮助乌克兰啊，开始进行防空啊系统的这个升级，还部署，这里面恐怕就涉及到以色列生产的很多3维雷达呀。这个彭博社报道啊，他说欧洲正在向即将卸任的拜登政府发出最后的呼吁，以增加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以便在1月份总统任期结束之后，尽可能的巩固基辅的地位。欧洲领导人和官员要求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和火炮，对俄罗斯主要收入来源实施额外制裁，并针对莫斯科获取武器中使用的违禁技术的能力，也就是对莫斯科的武器啊来源技术啊进行这个制裁。11月13号，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也就是在这个会后的记者会上呢，吕特感谢美国的领导，重申必须支持乌克兰打败俄罗斯，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欧洲的安全，而且关系到全球安全与稳定。所以你看啊，这个欧洲啊，现在思想上是越来越统一，那也就是坚持援助乌克兰打败俄罗斯啊，即便没有美国的支持，但是呢，这个欧洲到现在啊，也就是说
说的多，做的少。而且现在有一种现象啊，就是这个北约新的秘书长吕特啊，还有北约的那个马上就要上任的那个新任的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叫卡拉斯，他们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把矛头啊对准大国，认为大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助长了俄罗斯的战争能力。如果没有大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将无法以同样的力量继续战争。卡拉斯说啊，大国必须为向克里姆林宫提供制造武器材料以及帮助俄罗斯逃避欧盟制裁付出更高的代价。说实话啊，到目前这个阶段，这个欧洲啊，对吧？一方面他们要团结，要支持乌克兰打败俄罗斯；一方面啊，他们也在转移矛盾。现在乌克兰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对吧？不是大国跟俄罗斯做生意，那个印度啊跟俄罗斯也在做生意，印度和俄罗斯的这个外贸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欧盟到现在还在用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所以我觉得这个欧洲啊，在这一块啊，纯粹就是有点这个叫抓不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乌克兰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一个是武器不够，第二个人家要获得打击纵深能力的这种武器，也就是乌克兰的武器要解禁，那欧洲解决不了，满足不了泽连斯基的要求，然后他就会转移矛盾，转移视线，就是主要矛盾他不去解决，他就扯上这个次要矛盾，对吧？乌克兰还有一个主要矛盾就是面临特朗普来之后的不确定性，特朗普不援助乌克兰了，问题是这个，而不是大国跟俄罗斯做生意。大国不跟俄罗斯做生意，自然会有别的国家跟俄罗斯做。你欧盟，你美国有没有封锁，对吧？你说对俄罗斯实施封锁，你又做不到，对吧？所以说啊，这纯粹就是叫转移视线。我认为啊，这个欧洲国家、美国还有比如说北约这个组织，应该赶紧给乌克兰解禁武器，对吧？给他提供更多的炮弹。美国、欧洲这些国家，北约它不是没有，对吧？战斗机有那么多，到现在还磨蹭，他们武器库中那么多武器啊，现在用的只不过是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那些过时的武器，那些库存。所以说啊，这个有点啊拉不出屎啊，怪地球引力的大国啊，只要不给俄罗斯出口武器，对吧？这就行了，这就是底线。全球南方国家那么多，巴西、南非，对吧？大国不做生意，那巴西不做吗？南非不做吗？印度不做吗？所以这个有点转移视线了，转移矛盾的。所以在我看来啊，美西方现在痛痛快快的啊，给乌克兰提供这种远程打击的武器，乌克兰人都已经逼急了。现在乌克兰人放风啊，他要搞核武器。这个英国《泰晤士报》援引乌国防部准备的简报内容披露说，如果美国切断对乌军援，乌克兰可能会在数月内自行研发出核弹。虽然乌克兰方面啊对此予以否认。13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格尔基季克西说啊，乌方致力于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我们不拥有、不研发，也不打算获得核武器。乌克兰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密切合作，并且对该机构的监督完全保持透明，排除将核材料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啊，前面有媒体放风说乌克兰可以在几个月之内啊，先搞出一枚当量相当美军啊二战的时候扔在日本的那个叫小胖子吧，就相当于那个当量的核武器，很快。然后这个乌克兰官方又否认说我们不打算获得核武器啊，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个怎么说啊，都带有一种叫向外放风的意思，威胁，对吧？如果你美国不给我提供武器援助，我有这个权利啊，获得核武器、研发核武器、制造核武器。乌克兰是有这个理由的，因为当初他销毁核武器，那你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还有大国五常都说要对他进行提供保护。你现在乌克兰遭到侵略，你美国不提供保护，你不派兵就算了，你还不提供援助，那人家凭什么要遵守那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啊？人家有权利恢复。但虽然啊，乌克兰现在有种这个叫威胁的意思，对吧？他也不一定要真搞核武器，但是这个很有可能成为他最后的一个手段呢，那没办法。所以说啊，说来说去就是美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啊，对吧？还是抠抠搜搜，还是小脚老太太走路啊，一步三晃的。乌克兰人要的更多的是武器，是武器的解禁。美国福克斯新闻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预计美国总统选举获胜者特朗普将很快任命乌克兰问题特使，以进行结束冲突的谈判。该电视台援引一名消息的人话说啊，你们将看到一名有很高威望的非常高级的特使，他将被授权寻求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报道称啊，该消息人士认为这名特使很快被任命，预计特使的工作不会带薪，也就是啊，是一个不拿工资的一个特使，负责啊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这个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啊，他说德国政府已向国有天然气进口终端发出警告，不接收任何来自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货物。这说明什么呢？对吧？说明德国还在买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这个欧盟的这个主席冯德莱恩呢，他以前说过啊，
欧盟啊，就是欧洲国家以后用美国的液化天然气来取代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你看看，也就是欧洲到现在还在用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不还在贸易？你买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你不就在给俄罗斯送钱吗？这和大国跟俄罗斯买天然气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国内啊，俄罗斯和伊朗就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条款达成一致。莫斯科时间11月13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啊，俄罗斯和伊朗正在商定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同时，文件已经准备好，条款已达成一致，并将在庄严的气氛中，也就是啊，这个协议什么时候签，时间已经定好了。实际上啊，如果俄罗斯和伊朗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话，我认为啊，就标志着特朗普啊24小时让俄乌战争停火的这个计划很难实现，也就标志着特朗普的这个乌克兰和平计划失败。因为特朗普他表现出来他要支持，对吧？打击伊朗，你这边在乌克兰战场上，你跟你啊眉来眼去的，勾肩搭背，对吧？你逼迫乌克兰向俄罗斯让步，但是你到伊朗这儿，你敢打伊朗吗？你打伊朗，俄罗斯跟伊朗有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俄罗斯要出兵，特朗普怎么应对？所以说啊，这个特朗普的这个24小时和平计划，它实际上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啊。最终啊，美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也就是玩命的援助乌克兰，打败俄罗斯。实际上就这么一条路，找不到任何第二条路。这个俄罗斯啊，叫越打越富有啊，这个是很多人呢都这么认为啊。那看看俄罗斯现在是怎么富有。首先是这个拉夫罗夫啊，向记者抱怨啊，他说由于西方的制裁，他乘坐的俄罗斯特别飞行中队的飞机在南非和巴西等国遇到了加油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拉夫罗夫坐的这个飞机啊，到了巴西，到了南非，有钱加不了油，你说多惨吧？有可能啊，他没有美金，他只有卢布，要么就是卢比，人家不收啊，电子支付 SWIFT 也不通，怎么付呢？本来啊，随身对吧，随飞机啊带着大量的美金可以，很可惜啊，俄罗斯又缺美金，连外长啊到处访问都受限制，这仗打成这样。我记得上一次在巴西参加什么一个会议，对不对？完了之后，他要到里约热内卢啊见那个卢拉，这拉夫洛夫自己的飞机加不了油，他还是蹭别人的飞机飞到里约热内卢见卢拉，不太容易啊。世界第二军事强国啊，被打成这样。这个普京啊签署了一项法令，俄罗斯军队赔偿金额将取决于受伤的严重程度。什么意思呢？以前啊，这个俄罗斯军人只要是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如果受伤，无论严重程度如何，都可以获得300万卢布的赔偿。但是现在不行了，得根据你伤的情况，有的伤直接是没有赔付，没有赔偿金，也就是大幅削减残疾相关的抚恤金，削减幅度高达 96.6%。这一措施啊立即生效，这说明什么呢？实际上就说明俄罗斯目前正面临极大的经济困境，尤其是在战争支出和国际制裁双重夹击下，不仅是拉夫罗夫的飞机啊加油出问题，连这些受伤的俄军士兵也得不到抚恤金，说明俄罗斯国家财政啊已经难以为继啊。这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说啊，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啊，俄罗斯已准备好与美国新政府进行沟通，球在他们那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普京啊现在天天都在盼着和谈呢，希望这个特朗普能够早点上台，天天盼着要沟通，因为谁苦啊谁自己知道，哪有什么越打还越富的？扔到乌克兰战场上的那些炮弹、导弹、无人机，对吧？那些被摧毁的坦克、飞机，难道不需要钱吗？怎么还能越打越富有呢？这个油价是一天比一天便宜，俄罗斯的这个收入是一天比一天少。普京啊，恐怕寄希望如特朗普能够放他一马，在满足他的条件的情况下停火，也就是逼乌克兰领土换和平。目前的这个情形看啊，普京的算盘恐怕也要再次落空，因为特朗普啊也帮不了他。特朗普想不想帮普京，这个不知道，但是特朗普有没有这能力帮普京呢？这个是肯定的，他没有能力帮。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